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少少，外邊禪聖輝煌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檔走咗上去嘅馬呢，有寶來歌劇啊，外邊呢就明醫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就係浪漫勇士啊，後邊嗰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啦、健身心啦，暫時殿後係利心明月嚟嘅。好啦，轉呢個馬房灣咯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就禪聖輝煌啊，外邊走上去第2位係明醫啊，埋邊第3位嘅馬呢，仲有寶來歌劇啦、浪漫勇士，外邊嘅第4位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健身心啦、直線力山啦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利心明源嚟㗎。好啦，過1400米嘅段處啦，外邊走咗上去帶咗出嚟跑喎，明醫嚟㗎，埋邊嘅第2位係禪聖輝煌啊，再見到第3位啦，浪漫勇士上咗去啦，埋邊嘅第4位仲有寶來歌劇啊，第5位外邊健身心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直線力山同埋呢嗰隻利心明源啊，響佢外邊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就係1000米嘅段處啦，次序上都冇咩特別大嘅喐動嘅，明醫咁啊順利就放咗出嚟跑嘅，禪聖輝煌啊第2位，浪漫勇士依然係咬住個第3啊，埋邊有寶來歌劇啊第4位啦，外邊藍衫第5位嘅馬有健身心啊，後邊2匹馬仍然係直線力山啦，利心明源暫時仍然係殿後啊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啊仲係明醫嚟嘅，禪聖輝煌跟住第2位，浪漫勇士第3，中檔第4，寶來歌劇埋邊直線力山啊，外邊冚上去有利心明源啊，褪咗喺後邊係健身心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浪漫勇士開始發力推進㗎啦，響埋邊位置有禪聖輝煌，數入去有明醫，內欄嗰邊有直線力山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寶來歌劇啊，最後200米浪漫勇士蝕落去一比就有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㗎啦，見到埋邊禪聖輝煌仲有啲喎，出邊係寶來歌劇啊，最後100米浪漫勇士相當輕鬆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，第2名啊嘛，寶來歌劇啊，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，上場係休息超過7個月嘅時間，翻到嚟香港先攻下中銀香港馬會杯，再嚟到戲肉今場浪琴香港杯，一樣以一個相當輕鬆嘅姿態擊敗對手啊，雖然就去到7歲，將近轉歲去到8歲啦，但係仍然勇不可擋啊！咁啊，浪漫勇士絕對係香港另一匹嘅傳奇馬王。服役以嚟第11項一級賽 Winning 11，浪漫勇士最強勇士成功衛冕呢場賽事嘅，跑第2名寶來歌劇，健身心跑過第3。咁啊成功啦，就第4度捧走啦香港杯賽事。好直路啊！